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 Hot Toys 出品嘅1:6 figure Endgame 版鷹眼。Endgame 版分兩個版本嘅，而我買呢個版本係 Deluxe 版。Deluxe 版附有浪人裝束及武器，所以封面插圖係浪人，地台印有 Hawkeye 以及鷹眼 logo。先講講浪人裝束。公仔開盒已經係射手裝束，要先將呢件裝甲背心除出嚟，然後再穿上呢件浪人戰服並束上腰帶，而浪人及射手嘅背帶都係同一件嚟嘅，只不過配件唔同，可以選擇放刀或者弓箭袋。由於替換困難，加上1:6公仔衣服拉鏈難拉及易爛，所以唔會示範替換。匕首分收納版及展開版，其收納版可以放喺插入右小腿。頭部方面有面罩版可替換。手型方面，浪人冇寫弓手，所以想 mix 埋嚟玩就換晒啲手甲。總的來說，浪人與射手版主要分別在於上半身裝束及武器不同。武器方面十分之多，除咗啱啱展示嘅長刀及匕首，仲有手裏劍啦、飛鏢啦、唔同類型嘅箭頭、箭桿及弓。總結，畢竟是復仇者一員，所以想儲埋。公仔方面又靚又抵玩，抵玩之處係除咗公仔活動範圍廣，而且配件十分多，可以按照自己喜好擺出唔同嘅型仔 pose， 值得買嚟玩。